Hello， 各位觀眾，我係主持人陳生啊。今日咧，我哋睇一個中山火炬開發區太陽城板塊嘅越秀建發君悅呢個小區，大家可以感受下呢個園林環境。俾我感受咗下咧，就係去咗某啲細型嘅公園咁樣，做得錯落有致，園林保養啊都做得比較靚仔。大家可以感受下，當然唔同棟數樓下嘅景觀同埋綠植咧都唔同嘅，相當於居住喺呢種小區咧，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花草綠植盛放一啲花朵俾到我哋欣賞啦。呢種小區啊，相對於我哋中意遛貓遛狗啊，同小朋友玩耍咧，非常之舒服啊。樓間距夠闊，綠植夠多，啲小朋友落嚟玩咧，非常之開心嘅。今日睇呢個小區最重點就係大裝修現樓，辦完手續就可以交樓啦。第二個就係地鐵口物業，你步行小區門口咧就可以出到地鐵口啦。後期咧坐地鐵直接去到我哋廣州珠江新城板塊啦。第三，呢個小區斜對面咧就係依家目前太陽城板塊最大嘅商場太陽城5層嘅，吃喝玩樂飲酒茶，步行過去就可以享受到啦。相信好多人聽講過個 Walkmart 都喺斜對面嘅，所以喺呢度居住咧唔擔心吃喝玩樂方面。第三，呢個地段咧交通四通八達啊，除咗我哋啱先講嘅地鐵啦，同時仲有跨城嘅巴士去到深圳灣地鐵站嘅。如果我哋揸車嘅情況下咧，喺呢度出發大概係40分鐘左右就去到深圳噶啦。所以如果有揸香港牌嘅朋友咧，喺呢度出發返香港咧，1個鐘出頭基本上就可以實現啦。第四，過去比較熱門嘅高鐵站中山站嗰個位置咧，坐高鐵去到我哋國內其他城市咧都比較方便嘅，僅需要12-13分鐘就到高鐵站啦。非常之方便，好多交通俾到大家選擇嘅。咁其他我哋唔廢話啦，依家賣緊個座單位咧，就係我哋右手邊嘅位置啦。一棟相對嚟講，一棟咧樓間距比較闊啊。如果我哋選擇一座低樓層的單位咧，只要係睇園林嘅。如果揀咗10樓以上咧，基本上咧可以睇好遠嘅山景噶啦，綠油油單邊嘅，冇咩遮擋，會比較舒服少少。咁其他我哋唔廢話啦，事不宜遲，我哋上去睇下啲示範單位先。我哋依家睇呢個單位咧，就係越秀建發君悅89平方，即係900零尺嘅單位啦，係3房2個廁所嘅。咁呢個單位嘅好處咧就係東南向嘅長陽台，接近6米嘅。最重要就係依家賣緊咧係一座單邊位，佢個景觀視野會非常之舒服，望落去咧就我哋小區園林啦。就好似小公園咁樣，非常之舒服，仲做得錯落有致嘅。左手邊咧就係我哋一個泳池啦，望落去下邊咧綠油油個感覺咧真係好舒服嘅。咁望遠少少咧就係我哋中山五季山脈嗰啲景觀啦，望到山景、園林景，對過去咧就係學校嚟嘅，即係我哋香港朋友經常講嘅校網啦，都係小區嘅對面。相對嚟講，呢種單位咧比較升值保值啊，各方面會更加舒服啲。校網、地鐵一個比較中心嘅地段咧，係唔錯嘅選擇嚟嘅。咁呢個單位咧係89方900零尺，大家可以望下啦，比較適合一啲家庭人口比較少嘅朋友，又唔想使咁多銀碼咧，呢種單位係比較 OK 嘅。我哋依家望到咧都係交付標準嚟嘅，除咗呢2張沙發同埋空調，其他全部都係送俾你交樓標準。白牆啦、地板啦，我哋依家睇屬於一座啦，15樓，佢個視野同埋採光係 OK 嘅，現樓嚟嘅，辦人手續就可以交樓啦。2梯4伙，我哋依家睇嘅89方，左右兩邊一間。如果係2姊妹、2兄弟嘅，或者阿爸阿媽需要挨住嘅，咁呢套單位咧非常之 OK，89方挨住2個單位嘅。咁呢啲位置咧屬於公區嘅，從呢度入嚟咧就屬於呢套單位啦。越秀交付咧都係統一噶啦，指紋密碼全部都係噶啦。到時咧你翻到大灣區度假咧，根本唔需要帶鎖匙嘅，僅需要帶個人指紋密碼就可以翻屋企啦。相對嚟講咧，電子鎖就係呢個好處啦啊！關翻門咧其實係好安靜嘅，呢啲貓眼啲嘢咧全部做好晒噶啦，啲電掣全部喺度啦，呢度係總掣嚟嘅。咁呢度位置咧有個視像啦，比如有朋友過到1樓按你呢個房後咧，呢度就有顯示係邊個過嚟啊、揾你啊各方面啦。咁到時咧可以喺呢度做一排鞋櫃，咁樣又比較 OK 嘅。相對嚟講，呢套單位咧就比較溫馨咯。如果住太多人咧就比較緊迫少少。相對嚟講人口少，唔想使咁多錢嘅情況下，買個單位翻嚟度假咧，呢套單位好適合嘅。
餐廳、客廳、陽台，我哋睇埋呢個廚房先。U 型嘅設計比較溫馨，因為佢本身面積段唔大啊，所以呢個廚房咧都唔會好大嘅。如果覺得呢個單位太細嘅話，隔離咧有個113方嘅，但係佢銀碼咧要130幾萬左右。呢個咧僅需要100萬出頭，大裝修。單價嘅話，11000、12000蚊就 OK 啦。上邊啲吊櫃啊，全部做好晒㗎啦。抽油煙機啦、爐灶啦、消毒碗櫃啦，包括下邊啲櫃啊，全部做好晒嘅。咁到時咧洗、切、炒，全部安排好晒。呢度咧就放電飯煲啦，呢度可以放一個雙門大冰箱。咁依家咧為咗方便睇樓啦，咁呢度位置係冇做趟門嘅，但係實際交付咧呢度有門俾到你嘅，所以相對嚟講呢個比較溫馨少少。餐客廳，攝影師可以行過嚟呢邊俾大家展示睇下呢個客廳個感覺到底係點樣嘅。咁89方咧，主要係視廳嚟嘅，廚房、餐廳呢邊客廳。到時咧，兩公婆坐喺度睇下翡翠台啊，兩公婆比較溫馨，或者帶個仔啊咁樣，其實呢種單位咧都比較 OK 嘅。咁我哋依家睇呢一座咧屬於一棟，所以望出去嘅視野各方面會好好多嘅，長陽台。咁後期嘅家私家電咧係要自己做嘅。如果大家返到大灣區唔知應該點樣做，又唔識人嘅情況下咧，我哋都可以安排到做啲家私啊、電器呢啲冇問題嘅。過嚟我哋睇下呢個公區嘅洗手間啦，相對嚟講就啱啱好咯，冇話佢做得好大。其實沖個涼啊，只要係百零斤嘅咧都夠空間嘅。唯一缺陷咧就係呢個位置做得比較多啦，因為下邊咧係擺空調嘅。咁呢啲位置咧有採光透氣啊，全部做好晒㗎啦。呢啲都係交付標準㗎啦，包括啲馬桶啊、上面啲鏡櫃啊、洗手盤啊，有齊晒㗎啦。咁呢套單位咧係做咗3房2個洗手間嘅，呢個係其中一個客房啦。放個1.5米床係 OK 嘅，喺呢度擺住2米長。右邊咧到時做到頂嘅衣櫃啦。想要3面6材闊落少少嘅，第時咧就冇搞咁多床頭櫃啦，冇做咁大啦。咁喺呢個位置望出去咧，嗰種景啊，其實都 OK 嘅。雖然冇人哋話齋一線無遮擋，最起碼啦，嗰個樓間距啊都比較闊少少。咁呢個窗戶咧，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拆咗佢，換翻自己中意嘅款式都 OK 嘅。當然呢啲係睇翻個人嘅需求興趣嘅。咁過嚟之後啦，我哋係有一個小書房，即係我哋講嘅2+1小書房啦，你可以俾小朋友瞓。將個床放喺呢個位置，靠住邊邊咧都可以放個1.5米床嘅，或者做嗰啲榻米床咧都 OK 嘅，亦可以做書房、雜物房，隨大家安排。呢度係可以採光嘅，幾舒服。過嚟之後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啦，透間嘅設計。相對嚟講，市面上89方，我係比較欣賞越秀建發呢個則嘅。第一，大家可以睇下沖涼房足夠闊。呢種沖涼房咧，相對嚟講比嗰種挨埋一齊 U 型嘅會更加好用少少。一長睇呢度沖涼，呢度擺嘢，呢度又上廁所，有鏡櫃，呢種係比較合理嘅。所以相對嚟講，呢個89方嘅則咧比較靚仔。呢個位置咧係俾你放嗰個衣櫃嘅，做到頂，做入去啱啱好嘅。咁呢度有窗戶2樓俾你透風透氣，各方面咧其實非常之適合。相對嚟講，呢種89方咧好有特色咯。到時放個1.5米床、1.8米床，仲有好大空間。到時可以喺呢度做一個梳妝台又得。呢邊咧擺個墊仔，兩公婆飲下嘢、溫書，睇下出邊嘅日出日落，其實都幾完美嘅。呢個89方100幾萬，首期嘅話大概15、16萬就 OK 啦。如果你又想揾一個溫馨型，總價唔想咁高，又要現樓大裝修嘅話，不妨了解下越秀建發。佢喺目前係呢個區相對嚟講地段比較靚仔嘅地鐵口物業。喺呢個小區斜對面咧就係我哋太陽城商場啦，5層嘅吃喝玩樂飲酒茶完全部安排好晒俾你。咁我哋一過嚟睇下另外一個 size 113方嘅2個電梯出嚟。啱先89方喺我哋左手邊，依家睇嘅咧係113方，可以做到3+1 4房嘅戶型單邊位，相對嚟講佢嘅隱私視野更加靚仔。但係佢個銀碼咧要做到130幾萬，首期嘅話計落嚟咧大概20萬左右啦。呢度位置係自己用嘅，
好貼心，仲幫你做咗一個掛鈎喺度。比如落雨或者你買餸翻嚟需要開門嘅情況下咧，你將呢個包包或者你買菜翻嚟，咁樣有唔錯嘅一個設計。咁呢啲門咧都係傳統噶啦，都係一個交付標準嚟嘅。呢啲係實木門嚟嘅，加指紋鎖全部有齊晒噶啦，密碼指紋完全 OK。所以你後期翻嚟度假忘記帶鎖匙嘅情況下咧，密碼開門都比較貼心。咁有啲朋友仔一定會問啦，我長期唔翻嚟，突然間我又冇帶鎖匙，又冇咗電，點算咧？其實呢個問題係可以解決嘅，僅需要喺個包包嗰度攞個充電寶，或者落樓下可以收一個充電寶喺呢度插下電就可以打開啦。呢個問題好容易解決。咁入嚟之後咧，斗頂嘅鞋櫃啦，其實好貼心㗎，全部做好晒，預留好晒位置㗎啦。上邊到時放鞋櫃啊，其實喺我哋門背後咧，仲有好多位置嘅，呢啲位置仲可以。但係呢個鞋櫃咧，需要我哋自己做嘅。先睇下公區嘅沖涼房先，因為我驚等下唔記得咗。因為本身113方呢個面積已經大咗，所以呢個沖涼房咧都闊落好多嘅。望出去係冇遮擋嘅個方向。如果你擔心俾人睇咧，就好似依家咁貼翻磨砂膜 OK 啦。馬桶，呢個空間又闊。咁我哋右手邊呢度咧，可以作為一個長者房啦、兒童房啦。示範單位咧已經將兩個房打通咗嘅。所以會好闊。如果有啲朋友仔屋企人口唔多嘅話，都可以咁樣做，嗰個空間真係足夠大啊！如果人口多嘅，咁咪保留原嚟咯。因為呢度本身交付嘅時候咧係有埲牆嘅，已經做好晒㗎啦，左右入門嘅。咁後期咧睇翻自己點安排啦。因為依家發展商為咗睇樓方便啊，呢啲門拆咗嘅。咁實際如果交付俾你咧，有埋門俾到大家嘅。大家可以睇下呢個橫廳設計啦，哇！其實真係好實用㗎，113方可以做到呢種尺度咧。咁傳統式嘅戶型咧係過竇佔用嘅，但係橫廳咧利用咗嗰個過竇啊，呢個餐客廳好闊落，仲有大陽台。我哋首先欣賞下裡面嘅廚房先，我驚等下大家唔記得個廚房到底點樣嘅。過嚟有個餐廳啦，到時放翻呢種台咧都幾好用嘅。加上呢個單位啊，側邊有個飄台啊。就好似依家咁樣設計，作為一體式嘅，幾好啊！下邊呢啲咧又可以做收納，擺下自己一啲飾品啊，或者我哋日常一啲乾貨啊，放喺呢度收納幾好啊，係咪？比如又可以放啲咖啡機啊、飲茶啊，或者電飯煲煮飯咧，呢種設計幾好啊！呢個飄台做得非常之完美。咁呢個位置咧係採光啦，呢個窗簾就睇翻自己後期安排啦。呢種幾好。咁呢個廚房大家去睇下。一家幾口2-3個人煮飯都夠㗎啦。上面啲櫃係交付標準嚟嘅，一模一樣嘅。櫥櫃、電器、爐灶、消毒碗櫃全部有齊晒㗎啦。咁大家睇下左手邊啦，其實呢個位置你放一個最大型嘅冰箱喺度，足夠空間嘅，擺喺呢度。到時哇，即係豪宅嘅感覺就出咗嚟啦。最大亮點咧，大家可以睇下左手邊咧係做咗窗戶啦，無論你採光透氣其實幾 OK 嘅。咁到時喺呢度啊，洗切炒，咁呢個位置又可以放熱水爐，下邊咧仲好貼心嘅，全部做好晒啲防潮膜，即係你日後如果經常好少翻嚟嘅情況下咧，佢有嗰個膜放喺度咧，咁唔使擔心回潮啊或者其他嘢。相對嚟講，呢種單位同埋用材用料咧係做得比較細緻嘅。另外一個亮點就係呢度啦。113方有一個長陽台，呢個陽台比較長啊，有6米幾嘅，大家可以睇下。我哋先睇下洗衣機呢個位置先。依家做咗吊櫃啦，但係實際交付嘅時候咧，只係有個吉位喺度。呢啲櫃需要自己做㗎。有啲朋友仔比較懶嘅情況下咧，直接擠個洗衣機喺度啦，唔使做都得嘅。做咗呢啲之後咧，水淋熱晒，如果係用木質嘅就好核突㗎啦。我建議大家如果後期做呢種櫃咧，做翻一啲鋁合金嘅。會更加襟用少少，水淋熱晒都唔怕。呢個單位最大嘅亮點，所以單邊視野好開闊，仲有樓間距啊足夠闊，望落去咧，只要係小區園林嘅位置啦，同埋一啲山景，同埋學校小朋友喺度玩，其實呢種咧更加接地氣啊！如果你有想喺火炬享客區揾一個樓間距闊嘅，又大裝修嘅，咁不妨參考下越秀啊！真係嘅，大裝修，其實佢個品質冇講得好高級，但係最起碼佢嘅用材用料有保障，雙國企地鐵口物業，大家可以睇下呢度位置比較闊。如果有啲朋友仔養寵物嘅話，呢個位置足夠佢用啦。到時喺呢個位置裝翻個護欄，呢個位置咧放寵物咧，養貓啊或者養狗啊，
呢個位置好好用。如果有中意飲茶兩公婆斟下嘢嘅話，擺張台仔睇下日出日落，夜晚嘅星空，飲杯紅酒，非常之寫意。大家可以從我哋視像裏面睇出去我個左手邊嘅位置。咁樓下望落去呢，停車場嘅位置呢，就係我哋目前呢個區最大嘅商場太陽城，就喺嗰個位置啦。5層嘅吃喝玩樂，你僅需要步行過去就 OK 啦。咁大家睇片過程中，如果有邊啲位置我真係冇講到，講漏咗嘅，你不妨留言打文字俾我知，或者直接聯繫我，互相之間溝通下，具體嘅細節都 OK 嘅。橫廳嘅設計真係好靚仔嘅，大家可以感受下呢種尺度咧，後宅嘅感覺，100零萬就可以搞掂啦。過嚟睇埋另外2間房先。右手邊啱先已經睇過㗎啦，因為呢間房已經打通嘅。實際冇打通嘅情況下咧，都係喺呢度位置入嚟呢間房嘅。呢度有埲牆嘅，所以後期咧可以作為一個客房啦、兒童房係 OK 嘅。最細就呢間房啦，係一個半贈送嘅空間，所以相對嚟講就細少少嘅。你屋企人口多冇辦法嘅，咁你咪放個1.5米床，或者做個榻米床俾小朋友瞓 OK。攝影師可以步行過嚟，俾大家欣賞下呢套單位最大嘅亮點。地鐵口物業望落去咧就係呢個位置嘅地鐵啦。所以後期呢個城際地鐵開通之後咧，你可以直接喺呢個位置坐我哋城際地鐵直接上到廣州，僅需要45分鐘左右去到我哋廣州市中心天河珠江新城啲板塊吃喝玩樂一步到位。所以後期你喺呢度生活咧，暢享大灣區喺呢個位置足有所有嘢俾到你唔一樣嘅感覺。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完全可以滿足到嘅。我哋呢個火炬地段咧，你後期過深圳啊，去其他地方都比較 OK 嘅。大灣區最中心嘅地段就係中山啦，4通8達，僅需要1個鐘左右。首先我哋睇下呢個113方嘅紙人房嘅洗手間，其實都幾闊啊，到時肥少少嘅人喺呢度沖涼。其實都 OK 嘅。咁如果後期唔中意呢種嘅，拆咗佢，咁你個沖涼嘅空間會更加闊落。當然啲水啊會飛下飛下飛出嚟啦，到時睇翻自己嘅需求啦。呢度有埋玻璃㗎，馬桶啦、鏡櫃啦，全部做好晒嘅。上面有埋抽氣扇嘅。呢個位置咧可以作為我哋一個女士嘅衣櫃啦，擺喺呢度放衣服都 OK 嘅，做到頂係一個凹位嚟嘅。右手邊呢個位置又係一個凹位，你又係可以放衣櫃嘅。我哋可以女士、男士互不打擾。放自己嘅衣服都 OK， 甚至霸道啲嘅2個衣櫃我都要。過嚟之後咧，呢度就可以做到南北通嘅感覺啦。呢度係有個飄台嘅，依家係做咗一個女士化妝嘅感覺啦。上邊咧擠晒自己中意嘅飾品啦，嗰種採光都 OK 嘅。咁呢個113方咧，相對嚟講呢個紙人房空間係會大少少。依家係放咗1.8米床嘅，仲有好闊落嘅空間啦。因為我哋呢度咧有飄台嘅，做呢種設計咧其實都幾爽嘅。兩公婆睇下書、湊下膠、飲杯嘢幾好啊！南北通吹過嚟。咁113方大致嘅情況咧，就係做到3+1 4房大裝修，現樓地鐵口物業近商場，現樓辦完手續就可以交屋啦。如果有想喺大灣區揾一個平平地，好容易就可以收樓入住嘅，可以了解下。喺小區門口就係我哋校網啦，落去右手邊咧就係地鐵口物業，斜對面咧就係太陽城商場。呢個位置過去深圳咧，僅需要35到40分鐘。呢個火炬區咧，仲有跨城嘅巴士，直接去到我哋深圳灣地鐵站。到時坐地鐵返口岸過香港都 OK 嘅。相對嚟講，呢個小區咧，如果係有中港牌嘅朋友咧，走深圳灣過嚟咧，1個鐘就可以到屋企啦，好方便嘅。如果話需要一啲跨城嘅直通巴士咧，我哋去星河 CoCo City 樓下或者富悅城樓下啦，會有巴士可以直接返到香港嘅。呢啲睇返自己嘅需求啦。地鐵、巴士、揸車，如果有需要交鐵嘅情況下咧，中山北站或者中山站可以直接去到我哋國內其他城市嘅，非常之方便。喺呢度過去咧，大概係13分鐘左右啦。咁其他有啲位置冇講到嘅，不妨留言啦。如果需要健身嘅話，對面有健身房嘅。泳池嗰下邊有恆溫嘅泳池啦，附近嗰健身房嗰度咧有恆溫泳池嘅。如果需要公園鍛鍊嘅，德能湖公園啦、華佗山公園啦，可以俾到你唔一樣嘅感覺。同時喺呢個小區過去大概5分鐘咧就有江邊嘅啦，中意釣魚嘅朋友都可以過去遊玩嘅。咁我哋今日睇呢個小區咧，叫我哋越秀建發君悅嘅小區，佢最細嘅積咧係有80方嘅，3房1個廁所嘅。第二個就係我哋89方3個房間2個廁所嘅，總價100萬出頭。呢個咧就113方嘅4房130萬左右。
對面咧有一個127方嘅150幾萬5間房，如果有想揾大大細細嘅呢個小區都可以滿足到。咁我哋今日已經接近尾聲啦，大家如果睇片過程中咧冇講到嘅，不妨留言啦。如果有想喺中山珠海揾一個度假屋嘅，都可以諮詢我，無論優缺點都可以俾得到你不一樣嘅答案啦。希望大家喺睇樓嘅路上咧越嚟越好，揾到自己最心儀嘅溫馨度假屋。咁我係陳生睇樓，希望大家睇樓路上越嚟越好，拜拜。